我派你監視李靖訓練新兵，你覺得佢嘅成績係點呢？李靖果然精通兵法，佢訓練嗰啲新兵個個都好似生龍活虎一樣。好，我都要慰勞下佢，表示對佢敬重。洪忽，你使人送件錦袍過李先生呢？不如等我親自送去啦。你去？係，如果我親自送去，可以表示得阿國公你對佢更加敬重啊。咁啊，你係多去啦。啊！喂，整咩啫你？我要殺佢啊！哎呀！喂，點解你個人咁草莽嘅啫？出咗我嚟早啲啫，你關係遲啲係咩大事都俾你誤晒啦！你為咩說話要殺佢啊？激下氣，我甩晒鬚，俾佢三魂前後剃清啲眼眉毛。第一次響食堂氣到我暈都話冇，當眾嚟侮辱慘過吉我幾廿刀。第二回我全心將佢令箭偷華道啦，俾佢調轉杯烈酒，我變倒地胡話路。今日響教場我揚威耀華武噃，表演下穿楊啊百步獨步嘅公牙夫啦，個衰仔確沙塵近到離晒譜啊！佢射低我支箭，令我顏面全牙毛話牙毛。你話抵唔抵殺佢呢？阿哥，咁你錯到極咧！嗰個你啊，正奇才，景陽雙，佢幾萬初望話良，花衣間無，你想睇佢啲跑浪，於是無補若果花王為己用，帶我返皇朝，每災我嘅忠言全過。我願從會黎明接立下英豪，但係有乜嘢良謀，收買得佢到啊！有所謂經言事，令我疑心心頭，我可以借故賣風霜，等佢入美人嘅圈套。果然係好計劃，令我怒火熱全牙毛。喂，你生偶要帶多幾支，照到佢一口泡啫噃。我自然有妙計，令到佢哀悼怒。李先生，乜咁夜啊？有咩嘢貴事呢？啊，國公叫我送件錦袍嚟俾你。請坐請坐。好。係啦，小姐，你嘅芳名？問我啊，我叫做東東，與你行天面，難分笑對言言，我偏心才智。天花亂都已到天，
你又來就相牽，雙親都早已為分裂。今宵與郎並肩，相愛共相戀。我痴心家國事，你做乜鬼自願啫？請你回放水面。嗱，我似天然仙，心心情無緣，愛玉郎心弦，今宵中依住良宵過節，有情牽，我知乜咩也肯當年。喂，李先生，咁紅忽姐，而家深宵人靜啦，我哋大家都孤男寡女，要避下瓜李之嫌嘅，唔該你翻出去啦。李先生，你嘅人格真係值得人敬重啦。你唔使再講啦，請你扯。乜叫我扯啊？我奉阿國公命送件錦袍嚟俾過你嘅噃。不過我頭先咁做就係想試下你嘅人格偉唔偉大啫。哦，你咪咁歡喜啫。富貴浮雲容易變，如夢復如煙，不再相關。你風流奇才千，怎來思可知一不知？佢知一不三，好真心思，不意會說，中秋恨綿綿。我笑我眉，你太淺見，我有一番心意在我明言，楊素是紅杏大田，呢種田西目的為畜生打算，人民就苦痛難言，我若為政府難當可免。為是牡丹殺咗牛糞，都咁深情願，令我懷疑你。明花多山前，我未知太知。
你現在身居越國公府，淨係養尊處優，都會有煩惱嘅咩？紅拂你就有慧眼識英雄，不過英雄無慧眼識時勢啫。可惜可惜。笑話！以越國公現在嘅權勢，能夠重用我李整嘅，所謂是為知己者用，盡我嘅所能嚟酬報佢嘅。你唔好講啊，不如你都係扯把啦。好，不過我頭先同你講嗰啲說話，我希望你可以考慮下。嗱，古人都有話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呢兩句說話，我相信你都明白咩用意噶啦。我走啦，早唞。